我好高興啦！咁今次咧係有咁多個人喺全加拿大範圍啦，有咁多人係呢個患有肝病嘅患者，同埋治療呢方面嘅疾病嘅專家啦，係參加我哋呢個會議，係我哋首次嘅會議。加拿大乙型嘅肝炎同柴嘅支援小組。咁點解我會想做呢一樣嘢？我點解會想發起呢個加拿大乙肝同柴支持小組嘅呢個倡議咧？咁其實咧，呢個諗法咧，唔係淨係我哋專業嘅肝病人士，唔係我哋淨係肝病嘅專家啊、護士啊、病人，亦都係病人自己嘅希望有咁樣嘅嘢嘅。咁目前而家我哋呢個支援小組啦，淨係喺多倫多已經發展超過10年㗎啦。咁大家可能了解我嘅人啦，知道啦，我喺多倫多呢度啦，我哋一直做緊呢方面嘅教育服務嘅。咁而且目前仍然都係做緊。咁你話淨係大家都係籍籍無名嘅人士去做呢個支援小組嘅話，唔係咁簡單㗎。佢可以做超過10年，係代表係就係代講就係講明咗，佢一定係有佢存在嘅意義嘅。我有好多嘅病人話俾我知，哦，加入咗你哋呢個支援小組啦，我知道我嘅屋企人佢嘅病係點樣嘅病，我知道點樣幫到佢哋，我亦都知道點樣可以幫到我自己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，我哋呢個重查嘅支持小組咧，係真係可以從病患同埋醫療團隊嘅角度咧，係知道病人需要啲乜嘢，比如病人諗嘅係乜嘢。我想講兩句啊，係邊個啊？係咪邊面啊？定係頭先邊個講嘢？我冇見到，唔知係邊個。不如你繼續講啊，Kalina。好，我繼續啦。嗱，咁而家我講嘅呢個支持小組啦，我哋希望可以成立咁樣嘅支持小組，嚟幫到更加多人。咁我哋嘅目標咧有4個。第一個目的咧，就希望我哋可以為全國各地嘅乙肝患者啦，提供一個聯繫嘅機會，同埋可以獲得尋求支持嘅平台。第二啦，我哋希望可以通過我哋嘅教育計劃啦，可以令到更加多嘅患者同埋家屬了解乙肝到底係一個點樣嘅病。咁第三啦，因為大家我都知道，我哋係有好多關於呢個疾病嘅知識嘅，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分享我哋嘅知識，互相去分享，幫助到患者更加好咁樣去管理、去照顧佢哋嘅疾病。咁頭先我哋亦都有病人分享咗佢哋嘅睇法啦。如果你個肝病係你個肝臟疾病啦，係獲得良好嘅管理嘅話啦，係有定期去做檢查，係唔需要擔心太多，你係仍然係可以有正常嘅生活嘅。最後一個方面咧，就係我哋希望可以通過咁樣嘅支援小組啦，為咗我哋嘅患者創造更加多可以發聲嘅機會，等佢哋有呢個機會可以問佢哋嘅問題，等佢哋有機會我哋嘅服務，我哋可以提供醫療服務嘅工作人員，俾到更加多嘅人知道，我哋可以提供到一啲點樣嘅服務同埋治療。通過咁樣嘅小組啦，我哋至少可以等大家知道我係好在乎呢個疾病嘅，我係好在乎我嘅病人嘅，我係希望可以幫到更加多病人，我希望可以得到更加多嘅照顧嘅幫助。咁而家第一步係咩呢？我哋需要義工，我哋需要在場各位每一個人士嘅幫助。無論你嚟自邊一個地區，我哋都希望可以創造一個支持小組。我哋希望可以成立一個社區，可以嚟自唔同地區嘅社區，比如話溫哥華，任何其他地方。我哋希望每一個地區咧，可以有一個醫生代表同埋病人代表。咁而家啦，我希望在場大家啦，你哋有任何人啦，你哋願意將你嘅名寫喺度，作為你所在地區嘅代表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嘅代表啦，唔單止淨係一位人士，如果有2位、3位、4位人士，你願意代表你所在地區做代表人嘅話，我非常之歡迎你哋將你哋嘅名寫喺度，加入我哋嘅支援小組。義工即係話你要參加呢個支持小組，去提高公眾認識。咁我哋計劃係咩呢？我哋希望未來咧可以舉辦呢個教育研討會啦，每年3到4次，希望可以達到3次、4次，或者係1年2次，我唔知道。咁我哋希望會盡量有咁樣嘅研討會，喺全國範圍研討會，因為咁嘅研討會咧係可以幫到更加多人知道咁樣嘅係咁樣嘅，我哋呢個病係點樣嘅病嘅。咁而且我希望咧最少每年有1次啦，可以有咁樣本人到場參加嘅會議。
第二個方面啦，我希望啦可以同我哋其他嘅社區嘅團體合作啦，提高大眾對於乙肝嘅認識嘅。咁比如話，我哋其中一個大家都已經知道嘅啦，就係加拿大嘅肝臟協會。第三個方面啦，我哋希望咧可以透過電子郵件啦，可以向大家有興趣嘅人士發送任何有關乙肝呢種疾病嘅資源啊，同埋一啲新聞嘅。咁當然啦，你選擇咗訂閱我哋嘅資料之後啦，你亦都可以取消訂閱嘅。不過咧，我哋需要你嘅同意，將你嘅電子郵件俾我哋先可以做到呢一步。好，咁而家落嚟啦，係你要點樣聯繫我哋咧？咁而家啦，我哋呢個乙肝嘅網絡小組咧，我哋係有一個雖然我哋冇呢個獨立嘅自己嘅網站啦，但係我哋有一個子網站嘅。咁即係而家喺大家面前見到嘅呢個啦，Canadian Happy Network 加拿大乙肝嘅網絡。你 click 咗入去之後啦，你就會見到我哋嘅資料噶啦，乙肝支援小組。咁第二個網站咧，就係呢個叫做加拿大肝臟研究協會嘅網站嘅。你 click 咗入去之後啦，你會見到一個標籤啦，係同我哋有關嘅資料嘅。你 click 入去之後啦，亦都可以揾到我哋。第三個方式咧，就係你可以通過呢個我而家點擊嘅呢個電子郵件啦，發電子郵件俾我哋，俾我同事又好，俾我又好，可以同我哋獲得聯繫。好，咁我需要講嘅啦係咁多。